来，这件事立法院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邀请到国发会主委刘敬清，针对着再生的投资案来做报告。针对着国发会提出的资料，调查委员黄国昌在会议的时阵讲，哪像拢无委员看过会议的资料，结果引来着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来反呛，讲你有搁知啊？黄国昌马上提出着签到的表。 证明讲，敢若伊一个人看过会议的资料，似乎委员们也都没有去看那个会议资料，在没有看会议资料的话，你有个知啊，你有个知啊，你有个知啊。 立法院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调委黄国昌甲民进党立委王义川、张家彬拢认为，本身遮着拢是因为敢有亲身去看过国发会资料。主席，你改多页哦，你这个你学问来讲啊，就事实回答。你推论别人的行为，这是你比较的作为吗？从头到尾去查阅的，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啊。是嘛？就一个这样就解决了。是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去看。过无偌久，黄国昌手提签到表，当场确认，敢若伊看过资料。这场本来就是为了国发会入侵联合再生的投资案进行报告。会议一开始就和民进党的立委以会议的询问来组织进行，风波可唔能安尼尔。这个我想要抱歉一下了，因为我们党团认为这是一个违法的会议，要求我们要搭配。你讲这什么话？你今天来这边，你叫做你们那个我要什么话？我也跟中宪委员抱歉，我愿意负责，所以我很抱歉，我只能这样子。国发会主委刘敬清上台报告的时，讲是伊的党团引起国民党立委的质疑，最后嘛是会失礼。调查伫立法院意见未合，风波不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